每個星期三，大銀都會喺呢個頻道入邊同大家分享照顧者嘅故事。如果大家都對當中嘅故事有共鳴或者有想法，歡迎你喺留言區留言，同更多同路嘅人分享經驗，分享你嘅故事。今個星期就有阿 May 嘅故事。May 嘅媽媽去年確診咗胃癌，經歷手術同埋化療之後，癌細胞再次擴散，媽媽決定暫停治療，到外地療養。喺呢半年嚟，阿 May 用文字記載咗陪伴同埋照顧媽媽嘅體會。老媽子喺上月開刀，擴散係數大咗啦，所以就唔能夠再做手術，注定佢個胃係切唔到㗎啦。性急嘅佢，乜嘢都想即時解決，佢越係想一刀切，一了百了，老天就越係唔成全。過去半年嚟，除咗食化療藥嘅時候唔舒服，佢其他嘅時間都係行得走得食得，精神仲好好添，情緒亦都唔差喎。但係佢就唔係點出街咯，其他人約佢，佢都唔想出去，嫌自己頭髮剃咗唔好睇，總係話等我半年好返啦，到時再出去玩，再約人啦咁。雖然所有人都同佢講癌症係冇得康復噶，但係佢心裏面堅持自己嘅睇法。問佢活下去想要嘅係乜嘢啦，佢總係話行得走得食得，可以同朋友出街玩。而其實咁樣嘅生活根本唔需要等到康復啊，但係佢就有住奇異嘅執着，唔能夠做手術，佢沮喪失望咗2日，然後迷惘咗個幾星期。佢喺度消化緊希望同埋失望，康復無期呢一個過程，仲想繼續找住希望，但同時又慢慢接受現實，回歸日常。佢想去耶路撒冷朝聖，感受耶穌釘十字架嘅偉大，心底裏亦都好想揾神蹟。大家興奮咁樣幫佢訂機票，安排行程，期待老媽子突破佢嘅舒適區，願意花錢去享受。同時佢開始接受自己有機會能夠走能夠食嘅時間，可能只係得返半年，可能有2年，邊個都講唔定。唔可能只係等好返先至享受自己嘅生命嘅。接受自己必須要與癌病共存，佢嘅動力反而返嚟啦。行動力強嘅佢，即日就約咗3台朋友食飯，又北上深圳食好嘢，不亦樂乎。呢個幾星期，佢每日朝早自己行2至3個鐘頭嘅山，返嚟之後就食午飯。下晝就會約親戚朋友出去聚會，活力充沛。朋友學生見面嘅時候都會問你媽媽點啊？我有時都覺得好難答。老媽子係奇異㗎，佢嘅起起伏伏，次次都讓我好驚奇。佢呢一條路基本上就係俾我上緊一課最真實嘅生死教育。呢半年嚟，好多嘅歷程都令我驚嘆㗎。曾經聽過一個中醫師講，癌症係一次求救，係身體向你作出最後嘅求救。癌症需要將你嘅生活徹底咁改變，你嘅習慣、你嘅喜好，甚至係你嘅性格都要徹底改變，要重新做人先至有機會繼續生存。可能係咁，阿 May 嘅媽媽有個咁大嘅轉變之後，活力仲充沛咗，變得咁奇異。我嘅爹哋都係咁啊，10幾年前有個癌症之後，整個生活都改變晒，由作息、運動、飲食，完全變晒，癌症就冇再復發過啦。我哋不妨都趁住未有病之前，就改變一下自己嘅生活習慣啦，改變一下我哋舊有嘅思維，減少一啲嘅擔憂，活在當下，做個快活嘅人。你身邊有冇呢一類嘅故事啊？改變生活，改變情緒，係咪真係可以換嚟第2次嘅人生呢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，下星期再見。